Hello，今天我给大家简单炒个菜，很容易的菜，就是素菜白菜。首先倒油，大火。少许盐，把这个油给它烧烫一点，然后再加。炒菜的时候，我一般很喜欢加这个豆鼓。然后再加这个生抽，如果人喜欢味道麻辣一点的话，就把它红花椒油倒一点点，也很好。还有这个香菇素蚝油，素的啊。今天我做的是素菜。把豆鼓炒一下，豆鼓酱炒了完以后，香菇，生抽，
然后把这个白菜好，我们就现在这样子翻炒，一直把它炒熟为止。然后别忘了，我们还要加那个花椒油。如果你喜欢麻辣的话，花椒油给你麻辣的味道，挺好吃的。还有呢，谢谢大家subscribe 我的那个视频啊。好嘞，味道很香，哇，看做好了，哇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 subscribe，我会尽量给大家献上更好的视频哦。